又到3:3，大家充下電先再去沖廁啦。宏利嘅 agent 最中意就係呢間 coffee shop， 交換下心得同最新消息，一齊聽下佢哋講咩。喂，日日見到啲同事咧都機不離手，唔係電話就 iPad， 有啲咧就係 laptop 咁，唔通係？梗係啦，而家個個都用緊 Manual Touch 2.0，Manual Touch 同 Agent Sam 二合為一，以後做嘢就一站式就搞掂晒啦。係啊，個界面仲好 user friendly 添啊，對科技唔好熟嘅同事都一定好快上手啦。呢個咪就係一網打盡。嗱，呢招咧就同我哋 Manual Touch 2.0一樣。嗱，Manual Touch 同埋 Agent Sam 二合為一，集合銷售、客戶、業績、培訓、報告於一身。嗱，隨時隨地咧都做到生意，提升效率，大家專心跑數。就個3招俾大家睇下先啦。一剔即中，呢一招就係文件庫，文件分得清清楚楚 ，bulletin 推廣同埋獎勵資料乜都齊，再加上我哋優化咗嘅搜尋功能，仲唔係一擊即中？一目了然，呢一招咪就係我哋 homepage 嘅代辦清單、快速連結、概覽、匯率計算機，一次過睇晒，任你擺，任你揀，打造你個人專屬界面咯。咦 ，Jason 打電話嚟喎。哇 ，Silas，Office 呢邊有同事好似身懷絕技咁啊！你睇下。一呼百應，呢一招好似我哋信息中心 ANS 咁，信息推送通知，重要信息收到晒，方便 agent 查閱同管理信息，新生意追蹤嘅狀態，仲會喺15分鐘之內收到添，咁就乜都唔會漏啦。Hello Albert， 咦喺 coffee shop 喎，恭喜晒啦！今年公司嘅重頭戲 Manual Touch 2.0終於 launch 咗咯喎！我知道咧啲同事都好期待今次呢個全面嘅升級，反應應該唔錯啦。喂，係啊 ，Ivan， 喂，啲同事咧反應非常之熱烈啊！呢個就係我哋嘅目標啦，俾代理人最強嘅工具，等大家做生意都可以快、狠、準，個個咧都用得得心應手，自然保持衝勁啦。喂，佢哋而家咧個個都好似學咗18般武藝咁，個個都好似喺少林寺翻嚟咁啊！嚇，少林寺全新 Manual Touch 2.0已經推出，幫你全面提升效率，掌握機會，一馬當先。舊有嘅 Manual Touch 咧喺6月14號咧就退役啦。想好似佢哋咁大顯身手，由而家開始一齊體驗 Manual Touch 2.0嘅強大功能啦！Manual Touch 2.0，一觸即發。